化的正式紧张，有民间团体去年推出台湾头一本民间版本的民防手册《公民行动指南》，今仔又搁有上新的版本，内容针对发生战争，民众安怎应用、安怎来保护家己做说明，嘛受到美国 NGO 团体的支持。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牵动大海局势，民众嘛开始在关注全民国防。民间团体 Watch Out 去年推出台湾第一本民间版的民防手册，也就是《公民行动指南》。7月12日宣布要升级发布新版的积极行动指南，按算伫11月要出版，邀请国防专家、民间团体、企业做伙合作，嘛得到美国 NGO 团体的支持，强调美国是台湾上好的盟友。就连美国在台协会嘛真关注这件代志，让大家 了解战争中可能面临的风险，以及你该如何针对战争做准备，甚至我们可以如何在战争的情况下，和家人朋友一起守护彼此，一起守护台湾这个家园。这手册我们将免费的在网络上让大家可以下载。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no better friends tha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. I see people that,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,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s, are standing up to make Taiwan strong and to make Taiwan safe. 民进党立委林正基表示，超过半数的台湾人欠缺基础的国防知识。这届新版的民防手册会针对战争情境，教民众安怎做准备，安怎去分辨敌人甲敌情汇报，也佮有要安怎应变保护家己和亲人。针对国防部推出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，林正基认为这两种版本会当互民众互相参考。另外，国安局长蔡明干进前讲，中国目前也无能力发动战争，台湾即马也无遐尼危险。这个讲法嘛引起外界的讨论。不讨论中共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能力，或者什么时候会相信自己会有这个能力，而可能采取行动。我觉得这是最遗憾而且最糟糕的一个公部门的示范。 高一龙就批评政府拢结放放，就应该爱互民众了解中国当时有可能会拍台湾，当咱有战争风险的评估，才会当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